當你以為深圳灣萬象城同深圳灣文化廣場已經係深圳灣終極形態嘅時候，華潤又靜雞雞咁喺前幾日推出咗一條粉紅大街，確實係冇一啲防備。今日就一齊去睇睇呢條粉紅大街。準確嚟講，粉紅大街位於深圳灣文化廣場嘅負一樓，屬於公共設施嘅配套部分。儘管南北兩條街只有短短嘅幾百米，但係喺華潤嘅運營下引入咗40幾家品牌，確實同其他公共建築入面嘅商業鋪頭有啲唔一樣。整體嘅裝修風格、氛圍照明同埋品牌嘅調性都突出咗粉色呢個主題。品牌嘅選擇上延續咗華潤一貫擅長嘅手店邏輯。雖然而家手店嘅概念似乎有啲被濫用，但係即使係新品牌，華潤都仲有努力篩選出契合當代人喜愛嘅鋪頭入駐。要講最驚喜嘅，當屬麥當勞粉色主題嘅麥麥美術館。30號開業嗰日，仲有麥當勞叔叔同4小福嘅努力營業。見到塵封咁耐嘅奶昔大哥同漢堡神偷重新上線，簡直係令我哋細個嘅回憶全部翻晒嚟。目前粉紅大街延續咗華潤邊施工邊開業嘅傳統，似乎大家都習慣咗。總之，呢條粉紅大街夠晒 pink， 又有好多新鋪，鍾意打卡嘅朋友可以嚟行下。若然想嘆翻餐高級嘅，或者買啲大牌，隔籬深圳灣萬象城可能先係你嘅首選。